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我是 Gary。后疫情时代啊，现在旅游观光越来越开放，是不是大家都像我们一样到处跑、到处玩、到处飞、到处玩？像今年我们就去了日本很多地方，东北的仙台青森啊，九州的福冈长崎啊，关西的大阪京都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在关西，是吗？一秒来到关西，对，一秒来到关西。那大家是不是觉得后面的建筑物有一点不太日式？蛮台湾的，对，蛮台湾，因为我们是在新竹的关西，新竹的关西镇，一个富有客家浓厚色彩、人文历史丰富，还有乡间的风景美丽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。那后面呢，就是我们的关西的罗屋书院，对，超酷的罗屋书院。然后还有我们的是我妈，今天带曼蒂妈来关西半日游。对，我们今天会去一些小景点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带妈妈来关西探索更多美好的地方。好 ，Go， 妈妈在这，妈妈在这 ，OK。罗屋书院呢是现在近年来文史工作者给予这边的就是一个新名称。那其实呢，就他们是以前的罗禄父，他的名字很好罗禄父又父对，他们家族的私塾啦，对他们家族的私塾就是以前大家知道的吗？读书的地方，就等于像私立学校。然后这个罗屋书院呢是创立于明治34年，很久嘞，超久了，10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。现在呢是新竹县政府核定的历史建筑。罗屋。在这里呢，有那个罗屋书院的印章可以盖。那边还有 QR code。对 ，QR code 这个扫就是城乡导游的景点打卡。就是几点的啊？对，可以几点？对，就可以参加几点活动。对 ，OK。好，我们去下一点喽。下一点喽 ，Go。仙草1分5，是仙草啦。哦，这是仙草啦，关西产仙草，仙草长那么漂亮哦，很漂亮哎，刚好经过，很多人在这边拍照。好，下一站哦。我们下一站要去吃饭喽，吃客家小吃。我们现在在福赞客家小吃，好期待哦！而且它的客家菜，客家人，客家菜有很多种哦，客家汤圆、关西炒面，还有客家小炒梅开扣肉，很多哎，想得到的客家菜在这边都吃得到。咸蛋花枝，滑蛋加了5根茶花，还有关西仙草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拍摄任务，对，就是呢，爱旅游的我们呢，要在旅游的过程中达到绿色低碳的行动挑战，4人的城乡导游绿色低碳旅游。对，我们今天是要挑战这个。对，像我们刚才去的罗屋书院啊，错活化的例子。对，然后像我们现在来吃的福赞客家小吃，它这也是用当地的食材，在地食材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准备开吃喽。然后今天的行程呢都要挑战这个城乡导游绿色低碳旅游。OK。哦，对了，就是呢，我们出门啊，就会习惯会自己带自己的环保餐具，这也是今天的一个目标之一。对，低碳绿色行动挑战。结果发现，对这一间他们附的也是重复使用餐具，好，那真的要开吃喽。哦，这个特制的哦，青椒皮蛋，这个很好吃哎。它的酱刚好把那个青椒的椒味抚平它，因为青椒很多水。然后我吃得出来它一点点的花椒的味道，很一点，刚好跟皮蛋非常完美的结合，有点出乎我意料，因为我没想到这个结合会这么点。那我要先来吃看这个小炒。好，客家男人评价客家小炒，给你们看整盘客家小吃，就是有豆干、金葱、3层肉，然后有些再放鱿鱼哦，有没有鱿鱼？它有鱿鱼啊，有鱿鱼对，它是标准的，它是标准客家小炒。以前小时候我吃客家小炒都不喜欢吃鱿鱼，因为鱿鱼硬，它的鱿鱼不会硬。真的吗？真的还不会硬，它不是用鱿鱼干。来问一下我妈，觉得吃起来怎么样？非常好吃，煮在一起，吃起来不是那种很腥的味道，不是死咸，它有带出那个鱿鱼的甜味，还有猪肉的那个香味。那我现在来吃板条了，然后上来就发现它盘子里面是没有油的，它吃得出来是纯米板条，它吃起来是糯的，带点嚼劲，对，就很厉害，可以炒到不油非常入味，这两件事情兼具非常厉害的。就是我刚刚看人家他们介绍啊，就是福山客家小吃是以前是在关西车站旁边，对，它就在车站旁边，对，然后他们现在移到这边就是更大间，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现在才不到12点，已经满满的人了，你要先定位。现在就是凯瑞吃的这个是碰肉，干风肉，对。软给你吃，你吃这里面，你吃这个瘦肉就知道了，它是属于软的那种。哦，它连瘦肉都是那种入口即化，富含胶质的控肉，所以你是在吃一个胶质的感觉。对，是补充胶原蛋白。没错。然后呢，这关西仙草鸡真的让我非常惊艳。它仙草味很香，仙草味很香，它完全没有仙草的苦味哦。你喝到每一口都是有一点回甘的感觉，然后加上乌骨鸡肉的鲜嫩，真的有点止渴的。对，真筋止渴感非常好。我们今天点的都是用原温店。对，就我们店推荐什么？对。然后我们是依照店员推荐去点。那我们继续吃啊。好，继续吃喽。然后点了
改善。我们吃完啦，吃饱了哦。吃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步行到对面的金统番茄农场。出来玩啊，如果景点都放在一起或附近的话，用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都算一种绿色低碳的行动。对，也会同时可以养生一点啊。对啦，健康。然后呢，我们有自备环保杯，途中如果觉得口渴的话，记得自备环保杯带自己的水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去采番茄吧。好，走吧。超热的，现在已经11月了，还这么热，这更应该要绿色低碳行动。走，采番茄去。好，区跟番茄展示区。哦，导览图超大的。要怎么采？采果区。对，我们进来采果。还有各种的番茄，我想要采日本黄金番茄。好，我们来采日本。果然是哈日族。这个是维生素 C 高。对，维生素 C 高。果肉 Q 弹哦。它偏金黄色就够。金黄色。那我看起来都蛮绿的。这个嘞？刚刚可能很多人都采掉了。哦，这好像刚刚很多人来了。刚刚超多人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去买番茄了。因为整个就这样就好了。整个金黄色。哦。我一碰它就整个掉了。好。它已经熟了。下一颗。第一节折掉。哦，就这样裁掉就好。嗯。这样子。好。但是这个呢？这个可以啊。好。这可以，这熟了，熟了直接掉哎。对，很漂亮哦。很漂亮哦。OK， 很漂亮哦，而且它很香，超香的。很香哎，我在这边就闻得到。对，整个都是番茄香味，而且它不是一般我们闻到那种番茄香，它是有点果香，有点像香水会出现的香味。这你采的？我采的。费尽千辛万苦采。我们采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，然后采到这些番茄，费尽千辛。结账了。其实这种颜色放个1天2天，它就是正常的。那如果采很轻的呢？全绿的不要彩色，全绿转颜色就可以采下来就室温哈。哦，所以你各位都可以采哦，不用照它那个完美标准。对，不用完美标准，可以采有一点转色，然后回去放个几天就可以吃了。因为番茄跟木瓜一样是可以后熟的。对，我刚刚被科普到了。就你自己想采多少就采多少。对，采多少就采多少。这边的是130。好。才这样才130，觉得亲子来也很适合，小朋友可以来，但是要控制它采量，控制它采量，小朋友一下采，爆采一波，对，难怪都没了。我们该去玩番茄农场。对，我们刚刚运动完一轮了，就是健康的流完汗。这里是关西老街了。对，我们到关西老街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来体验在地的有机体验。对，它这里有几间就是也是那种古厝活化的地方，保留他们的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。对，我们要去体验第一个叫做大自在植物染工作室。大自在植物染呢，它是用那种植物的萃取去染布。对，虽然就是染出来的颜色呢没有像化学染布这么样鲜艳，可是它也是是像有一点像那种复古风、传统风。对，然后有一点类似设计感。很期待那个植物。就在这边啊，你看，在我们后面。这边沿着这个老街有好几间店，我们等一下要体验2间。对，现在第一间就是植物染。嗯，走吧 ，Go。会有点跑步。下。好，来看一下橡皮筋。然后呢，我要拿我在这里，是吗？橡皮筋那边。对。马上它这样子2级。好，看这个颜色。有的部分就先放好。好，换你了。你好，所以先换我。就1/3嘛。对。1/3很难哦。OK。好，下一步骤。好，下一步骤。好。然后再折。然后再这样。对，再折回来，要1/3。第2步骤完成。抓，这样子，把它压，然后拉紧，要拉紧，对，要拉紧。现在就是不停的捏3分钟，正在染当中。好，放上来之后呢，因为我们要让它氧化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剥开。你看，它里面就是绿色，它已经开始在慢慢在变蓝。它这样子一般这样染，然后这样捏，然后氧化。就是譬如说，因为染是叠上去的，你如果染多次，它就会深；那如果染一次，它就是浅浅的。要放正。要低是吗？它稍微让它低一下，它一样是氧化。哦，对，好难哦。那我第2次不会更深。所以它等下可以染了。好，那你去染了，走吧。染了。好。那我不想要很深呢，我这样子再染一次是不是就差不多？然后找到那个头。关西老街上体验在地的有机体验。第2个，我们来到10电子69有机书店。10电子69有机书店呢，是以交换书的方式来推动阅读，深化在地的阅读文化。在书店里，感觉时间都变慢了，让我们真的觉得很放松哎。
那旅程的最后呢，找一个地点休息、沉淀、放空。旅行的脚步可能因为行程的紧凑与在地的互动，反而忘记了跟自己对话的空间。所以最后一站，我们来到赖在家景观咖啡茶陶房。那经过今天充实的一日游呢，我觉得充满了满满的美好回忆，然后也有感觉一种心灵洗涤的感觉。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，除了挑战这个旅行低碳行动，然后今天我们也体验了关西当地的文化，然后也吃了一些当地特色的美食，而且很多都是融入当地食材的，没错，完全达成了绿色低碳行动的挑战。在舌尖上品尝了当地的历史文化，对，很会讲。还有体验就是植物染的工艺。那其实还有更多的景点，大家可以就是漫游关西镇。对，因为关西其实有很多特色的地方，OK。那最后的最后，就要问一下我妈今天出来的感想。但是因为我妈很害羞，所以我就请她稍微回答一下。你觉得今天出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棒，很开心。我妈只要跟我们出来都很开心。但是呢，你是不是第一次就是到关西体验这些景点？对。而且今天妈妈还有跟我一起体验那个染的课程，就是妈妈原本很担心自己会做不好，然后结果做出来之后，结果超满意的。对，超满意。好，那今天这集就到这喽。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喽。好，谢谢你们收看喽。谢谢你们收看喽。那就这喽，拜拜。非常谢谢城乡导游的邀请，透过城乡导游网站，我们能够快速的安排旅游行程，找寻附近好店，预约在地体验等等。更贴心的是在网站上只要输入想要旅游的关键词，再加上进阶搜寻，就会安排好你想要的行程哦。